喺深夜嘅郊區，如果你遇到一個孤零零嘅小朋友揾你幫手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可能佢就係傳說中嘅黑眼兒童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Professor Papa。今次要講嘅就係黑眼兒童呢個都市傳說啦。由1996年開始，大約20年期間，係有數以百計嘅人聲稱佢哋見過黑眼兒童。黑眼兒童嘅外形顧名思義就係小朋友或者係青少年，但係如果你近距離同佢哋交流嘅話，你就會發現佢哋嘅眼睛係完全黑色，一啲眼白嘅部分都冇。佢哋通常係1至2個人一組出現喺廢墟嘅附近，或者係一啲遠離人煙嘅郊區。但係無論事發嘅地點喺邊，關於黑眼兒童嘅目擊報告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黑眼兒童會主動揾你，尋求你嘅幫助。佢哋可能會敲你道門，要求入去你間屋，又或者如果你喺架車度，就會敲你嘅車窗，問你可唔可以載佢一程。黑眼兒童同你講嘢嘅語氣係非常平淡，一啲感情都冇。佢哋講嘢嗰陣係會一路耷低頭，盡量避免同你有眼神接觸㗎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拒絕咗佢哋嘅請求，佢哋嘅態度就會變到有啲強硬，可能會講你一定要俾我入嚟啊，或者係你一定要載我啊等等嘅說話。但係喺網上面揾到嘅目擊報告，大部分嘅目擊者喺啲咁詭異嘅環境之下，見到2個細路，都唔會睬佢哋，而係即刻扮埋道門或者揸車走佬。但係我就揾到一個目擊事件，係個事主帶咗個黑眼兒童入屋。呢件事係發生喺美國佛蒙特州嘅一個郊區小鎮。有一晚，事主俾連續嘅敲門聲嘈醒咗。嗰晚係落住好大嘅暴風雪，所以佢當時係認為有人遇到意外，佢就叫醒咗佢老公一齊去開門。一打開道門就見到一男一女大約8歲嘅細路企咗喺度，佢哋嘅造型係非常之古怪，而且喺咁寒冷嘅冬天係明顯着唔夠衫。事主問嗰2個細路：你哋嘅父母喺邊啊？嗰2個細路答：佢哋好快就會嚟接我哋噶啦，我哋可唔可以入嚟啊？事主2公婆猶豫咗一陣，最後都係決定俾佢哋入屋。之後事主去咗廚房，諗住沖2杯熱朱古力俾2個細路飲。佢返到出嚟就見到佢老公用手抱住個頭。佢好緊張咁問發生咩事，佢老公只係精神恍惚咁樣答佢話有啲頭暈。佢將朱古力遞俾嗰2個細路，嗰2個細路望一望佢手上面嘅杯，再望一望佢。呢個時候佢見到2對全黑色嘅眼睛，事主嚇到呆咗，同時嗰2個黑眼兒童就企咗起身，異口同聲咁問佢：我可唔可以去洗手間啊？跟住就走咗出去。佢好驚咁問佢老公：你有冇見到佢哋對眼啊？佢老公話見到，但係只係覺得佢哋對眼係受咗傷。講下嘢，唔知點解佢老公就開始流鼻血。佢見到咁多血，就諗住攞啲紙巾抹咗佢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成間屋嘅燈全部熄晒。佢行出去走廊，見到2個黑眼兒童嘅影企咗喺度唔喐。我哋嘅父母嚟接我哋啦，其中一個細路咁樣講。然之後嗰2個黑眼兒童就打開大門走咗出去。佢喺屋入邊係見到嗰2個細路走向2個高大嘅男人，一齊上咗一架黑色嘅房車離開咗。呢件事過咗去，但係佢老公變到會成日流鼻血。睇完醫生之後，竟然診斷出一種好罕見嘅皮膚癌。個醫生話呢種皮膚癌通常係曬太陽燈先至會引起嘅。佢認為佢老公當時會覺得頭暈同埋患咗呢個病，都係同黑眼兒童有關。所以警告大家，如果遇到相同嘅情況，一定要即刻鎖實道門，同埋叫警察嚟。千祈唔好再犯相同嘅錯。今集我講呢個黑眼兒童嘅都市傳說呢，係因為我揾到相關嘅資料，顯示黑眼兒童係同外星人有一定嘅關係噶。下一集我會喺外星人種族文件呢個系列詳細講解呢啲資料，試下可唔可以揭露黑眼兒童嘅真相。嚟緊我係會整更多嘅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。